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在今日要分享之前，咱做伙来共读今日的经文。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到25节。海甲海中一切的生物，海岛甲岛内的居民啊，就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对天边海角称赞伊。荒野甲内面的城镇就出大声，基达人的庄舍就欢呼，西拉的居民就欢喜唱歌，对山顶大声喊，因就将荣光归给上主。伫正海岛宣扬称赞伊，上主会亲像战士出征，亲像勇士激发斗志，伊会出声喊，大声叫。勇猛攻击伊的对敌。上帝讲：“我已经忍真久，一直点点无出声，但我要采取行动，亲像产妇哀哀叫，地直喘袂离。我要互大山、小山拢荒废，互所有的花草打了了。我要互江河变作大地，互湖水拢干去。”我要带失明的人行路，行因毋捌行过的路。我要互黑暗伫因面前变作光明，互弯曲的路变作直直。这些事我拢要做，绝对袂放弃。我靠雕刻的偶像岩，对铸造的上讲：恁是阮的神的人。这款人一定失败，受大体辱。恁遮的臭耳的就听，恁遮的痴迷的就看。啥人比我的仆人搁较痴迷？啥人比我找的使者搁较臭耳？以色列啊，你看真多，毋过袂明白；你耳仔拍真开，毋过袂领悟。上主以爱秉公行义，将家己的教导发扬光大。毋过，这会受抢劫剥夺的居民，拢关伫地穴，禁伫监狱，因互人做蜡木耕走，无人解救；因互人劫去，无人要求放因。恁中间有啥人会关心这款代志？对现在起，有啥人会注意这项事？啥人将雅各交互人做蜡木？互以色列出在人抢劫，是因所得罪，迄位上主本身，因毋肯行伊的道路，毋肯遵守伊的律法，所以伊将猛烈的受气、战争的暴力，拢摒伫以色列身上，因互烈火包围，毋过拢无要无紧，互火烧着，嘛要皮皮。在今日的经文中间，以赛亚先知提醒咱，伫遮以色列百姓所行的，有上帝看做好，互上帝懊恼的所在，总是以后做是上帝看做无好，受上帝责备的所在。用这个经文所形容的以色列百姓因所行的，反倒倒来咱家己的生命中间，咱来想看觅啊，你即阵叫做一个基督徒。你所行的每一项代志，是会值得互上帝来懊恼，还是会互上帝来责备？在这个懊恼甲责备的中间，咱欢喜去做好，来成做上帝懊恼的百姓，来成做伊的门徒，来成做伊会当来交托的人，也是咱伫遐所做的每一项代志，咱拢真惊吓。咱惊互上帝知，但是咱阁知影上帝拢知，迄款心情啊，咱都会想到，提醒咱家己，因为咱的良知伫咱的内面，咱也知上帝会责备咱，咱太通去做遮的事。总是话是安尼讲，咱的软者较赢过咱的理智，咱的软者较赢过咱伫信仰中间的坚持。所以有啥物人不断伫咧犯罪中间，特别是以色列百姓。因为过去到当咱所看到到以赛亚的时代，伊已经背骨反背上帝几改，一改搁一改，
这是上帝的慈爱，又愿安怎甲因同在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的慈爱是无比的疼啦。虽然以色列百姓伫遐，上帝差遣先知去甲因揭发，去甲因责备，人听到了后，因伫遐悔改认罪，总是过无偌久，因的后一代又搁袂记得上帝的引带，又搁开始伫遐行歹，惊上帝看做歹的事。所以上帝的恶乐甲责备是不断伫咱的中间伫遐来败笔的。伫迄过程内面，咱家己就爱心内底来想看卖啊，你即阵所行打的，会受到上帝来恶乐，还是会互上帝来责备？咱必须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提醒咱家己。所以牧师伫遮要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，三思而后行啦。意思是啥物？每一届你要做任何的代志进前，咱来想看卖啊，这项代志是值得上帝来恶乐，还是会互上帝责备呢？